好多車主話 e-Power 上斜嗰陣時，隻 engine 好嘈嘅喎，因為佢要發電上斜啊。按咗啲 pedal board 靜咗喎。好，我哋試下長斜路。我哋呢度而家啱啱準備要有少少斜啦，係啦，跟住再上就越嚟越斜噶啦。咁啊，睇下個效果啦。初步感覺點樣咧？好順，好有力。OK， 轉埋呢個彎先啦，接上。OK， 咁頭先啊試咗上緊斜啦，咁同你平時上開大帽山咁啲路啦，分別有冇唔同咗？有完全唔同啊！大帽山你踩到我諗大半深，佢先係有個感覺係慢慢上，慢慢上，即係佢都唔會扯住上山咁講。呢部係而家裝咗之後，好明顯扯住上山。OK，engine 都冇咁嘈啊，係 engine 都冇咁嘈，靜即係都係靜咗好多嘅。OK。上車引擎冇咁嘈，即係轉速冇咁高啦，但係比以前好力咗喎，咁神奇！想了解，WhatsApp 俾我哋63409933，電話27807943，亞洲汽車材料有限公司，德國DT System 香港代理。